大家好，我係6B 班陳奕謙。今次我要分享嘅主題係香港嘅貧窮問題。我覺得香港嘅貧窮問題嚴重，因為有部分人士住喺天橋底下，變成露宿者，以拾荒為生。我曾經參加過義工服務，去派飯俾住喺天橋嘅露宿者，因為佢哋冇足夠嘅金錢去買食物而捱餓。佢哋收到我哋嘅飯盒，感受到我哋對佢哋嘅關懷嘅溫暖，同埋佢哋會好開心。所以我覺得我哋有能力，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有能力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我覺得我哋可以將多餘嘅物資，例如食物、衣服，去捐俾有需要嘅人。我嘅分享完畢，謝謝大家。